頭來鏡頭鎖等來台灣來看台東縣無黨籍的議員林參天，頂2個月佇個縣議會指控着台東縣政府用公庫替議長吳淑華的家族所投資的度假村來開路，甲3米塊道路變做15米，閣來佔用着國有地。台東縣調查站發動着搜索，透明問過筆錄了後，農業處長以20萬交保，副處長以15萬交保。因為議長吳淑華這屆要代表國民黨出來選台東縣長，是不是會衝擊到選情？外界真關切。路車後無講話，佇調查局人員的陪同下，行入台東地檢署，伊是台東縣農業處長柯家鴻。副座，還好嗎？還好。伊是農業處副處長黃啟明，正副處長佇地檢署服審，就是因為無黨籍台東縣議員林參天5月份佇縣議會這段質詢。15名，你說明一下，你怎麼不說明？有會議記錄嗎？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好，謝謝李議員。你說什麼？我們現在討論議事日程。林參天指控講台東縣政府動用公款替台東縣議長，也就是2026國民黨台東縣長參選人吳秀華家族投資的度假村開大路，3米寬變15米，佫佔用國有地。這條路到底是吳秀華指示公務人員所做的嗎？林參天天開雙手邊仔，佫停一台車，這條農業道路3年前唔是安尼。2023年8月，猶閣是真的農業道路，車無啥會過，結果3年後變空中大道。他本人親自申請地目變更要作為遊戲區了哈，但是你卻拿着公帑2800萬的名義哈去開闢這條道路，假借農民之需求，這顯然非常不當。林參天甲台東縣調查站檢舉後，總調查站將柯家鴻、黃啟明還有當時承辦的姓蔡科長等等帶轉去偵訊。柯家鴻20萬，黃啟明15萬，兩個被告是5萬塊交保。我很肯定司法機關能夠在議會發掘這件案件，然後進入調查程序。針對這代志，吳秀華回應講，相信司法會秉持公正、中立的原則去調查事實，嘛相信縣政府攏是依照法令的規定，加專業的評估辦理各項行政流程。不過，因為吳秀華才得到國民黨定調參選2026年台東縣長，伊的偵辦敢會影響選情，外界攏在看。